來看新北新店的青綠色燈便當店傳出可能是食物中毒事件。到初日下晡2點為止呢，這衛生局接到44個人因為食因的便當了後開始腹肚痛、走腹前傾。目前有5個人住院，7個人留在病院繼續觀察，其他的是登去厝內面休困。那衛生局強調講，這個便當店的3間分店已經暫停營運啊。若準確定是食物中毒，就移送檢調偵辦。這間在新北市新店區的連鎖便當店青綠色燈中興店，中晝食飯時間，店門有來無開店，因為傳講有人隨時要買伊的小肉便當加滷肉飯吃了後，外面開始漏。4月5號，就禮拜天凌晨的時候，大概4、5點就衝起來，就有上第一波的廁所。然後接着就是開始無限的腹瀉。那是中興店、青綠色燈公所店，趕快有人客食因的便當了，隨着暗開始胃腸無爽快，去病院掛急診。吃完後，第2天快中午就一直不舒服起來，就一直拉肚子，水瀉很多次，然後發燒，然後胃痛，然後腸子就是下腹部痛這樣。這些民眾都是在同一間便當店食用餐盒。所以目前診斷，我們高度懷疑是有食物中毒的情況。我們已經收集相關的檢體，然後並且呈報相關單位。新北衛生局接到通報了，是派人去這2間分店稽查，並且對共同菜色，包括白飯、高麗菜、煎蛋或者是滷蛋，調驗相關檢體。到初日下晝2點，這件敢若是食物中毒的案件，總共通報44人。公所店有37位，中興店7個人，這麼有5個人住院，7個人留院觀察，其他攏登去厝休困。並現場抽驗食品檢體1件，環境檢體4件，以及人體檢體5件。後續將依食品以及人體的檢驗結果綜整研判，若確認為食品中毒事件，可依食安法第49條的規定，移送檢調偵辦。衛生局強調，為了要查清楚這件代誌發生的原因，避免代誌擴大，這麼青綠色燈3間分店，包括公所店、中興店，也個明寬店，初7開始攏暫停營業，等檢驗結果出來。記者綜合報道。